每當見到極限運動嘅第一身視覺，都會聯想到 GoPro。2004年一句經典嘅口號 Be a Hero， 家傳戶曉。GoPro 賣嘅唔止係運動相機，佢賣嘅係令普通人都體驗到英雄時刻。賣夢想，令創辦人 Nick Woodman 由一個瞓貨 van 嘅滑浪發燒友，搖身一變成為身家億萬嘅科技新貴。GoPro 嘅成功體現咗 UGC 營銷嘅威力。成立之初，大量收集由用戶自己拍嘅精彩影片。GoPro 嘅 YouTube 社交媒體變成冇間斷嘅極限運動電影台。呢一種內容唔單止展現咗產品嘅性能，更成功跨越鴻溝，用最頂尖嘅專業運動員去吸引內心渴望冒險嘅普通消費者，令佢哋產生咗一種投射心理。只要我買咗部 GoPro， 或者我都可以活得咁精彩。但當英雄夢賣到街知巷聞嘅時候， GoPro 遭遇咗三大難題。首先，對好多人嚟講，產品係一次性消費，一部 GoPro 可以夠用好多年，佢哋冇強烈嘅需求去每年換新款。第二，智能手機嘅致命追擊，當 iPhone 同 Samsung 嘅相機功能越嚟越強大，而且防水，對於普通人嘅日常拍攝已經足夠好。第三，盲目擴張，為咗尋找新嘅增長點， GoPro 急於推出自己嘅無人機，結果因為技術問題，大量無人機喺空中突然斷電跌翻落嚟，成為科技界最大嘅公關災難，需要全球回收。GoPro 嘅運動相機係優秀嘅產品，但唔係一個完整嘅解決方案。佢解決咗點樣拍低英雄時刻嘅問題，但係冇解決到之後更重要嘅問題，點樣將幾個鐘嘅素材輕輕鬆鬆變成一條可以分享嘅精彩短片。對於專業玩家嚟講，剪片係好基本嘅，但係對普通人嚟講，點樣處理大量嘅 4K 影片，仲要剪得精彩，可以搞到好痛苦。直到近年 GoPro 先至大力發展佢哋嘅剪輯 App 同訂閱服務，嘗試去彌補呢一個體驗嘅斷層，但市場已經被手機 App 同其他對手佔據。GoPro 嘅故事帶嚟一個啟示：你嘅客戶買嘅從來唔係產品嘅本身，而係你嘅產品能夠為佢哋帶嚟嘅最終結果。一個成功嘅品牌唔能夠只係提供一個出色嘅工具，你必須要思考點樣可以幫你嘅客戶由頭到尾行完成段旅程，輕鬆咁得到佢想要嘅結果。由產品思維進化到完整解決方案嘅思維，先至可以喺今日嘅市場建立真正護城河。多謝收睇，下集再見。